在礼拜前还有短短一些时间，邀请大家再次检查你的手机，看有没有把它转成震动或静音，让我们等下的敬拜，让我们整个礼拜的程序，我们不会被我们的手机干扰，不会被我们的讯息干扰，让我们可以很专心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亲近他，一起来赞美他。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我们早晨的礼拜来祷告，一起来预备。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有新楼医院的同工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参与礼拜。特别在第一堂当中，还有他们的喜乐合唱团在我们当中。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不是每一个主日只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敬拜而已，而是透过不同的歌声，透过不同人参与在礼拜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奇妙，看见上帝的美好。所以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了今天早上的预备心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今天早上的预备心，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邀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父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再一次吸引我们，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暂时可以放下我们所烦恼担心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单单的渴慕，单单的专心来到你面前，一起用我们的歌声，一起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生命所回应的一切来献到你面前。主啊，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预备好每个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我们也为了我们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神来赐福他们，求神带领他们，催逼他们的脚步，让他们有一个渴慕热切的心来到我们当中。在今早跟我们一起欢庆这个主日，在今早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为了还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来想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带领他们，主啊，求你感动他们，求你催逼他们，让他们内心有对你一个渴慕，让他们愿意来到早晨，愿意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也建立更深美好的关系。主啊，你来带领他们，也让他们来到教会的路上是一路的平安，夺取一切的拦阻，让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可以充满着欢喜快乐，有主你的平安。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赞美你。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为了早上我们所有的礼拜、所有的程序、所有的一切来祷告，为了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特别我们为了新楼医院的这群同工们来祷告，他要透过他们诗歌的分享，透过刘启举院长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在医院当中，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美好的生命故事。我们一起开口，为了今天早上礼拜所有的程序来祷告，为了所有服事的同工，不论在敬拜中心、在教育中心，在什么样的服事岗位，我们都一起为他们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服事你的机会，感谢你让我们有亲近你的机会。主啊，谢谢你拣选不同的同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被你兴起，被你建立，而且为主你来服事。主啊，求你使用不同的同工，他们不论在敬拜中心、在教育中心，在什么服事岗位当中，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在今早的服事还有果效，而且是充满主你的喜乐。特别将新楼医院的同工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今早的服事，透过他们的歌声，透过他们的故事，再一次来感动我们的内心，再一次来使我们内心得到激励跟鼓励。主，感谢你，哈利路亚。今天早上不止有新楼医院的同工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早上我们还有特别邀请我们的严仁清弟兄，他要跟我们分享他在台北宣教的一个宣教的故事，宣教的分享。透过他口中的分享，透过他生命实际的经历，也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仍然需要福音的地方。而我们
们一起开口，为了早上很基弟兄在这个讲台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宣教的经历，来诉说上帝的大能的话语。我们一起开口，为了早上严金弟兄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主啊，你使用恒金弟兄，让他呼召他到台北的这样的宣教的历程，有这样的一个呼召在他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使用他在那个地方做美好的事工。今早我们要透过他的口，透过他生命实际的分享，让我们看见主你的奇妙，也看见主你的福音真的是需要遍传到世界各地。主啊，让我们内心有一个渴慕，对于那个福音的渴望。主啊，感谢你，求你在今早来高我们弟兄，让他所说的成为我们富强教会弟兄姐妹的鼓励，成为富强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主，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样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敬拜赞美你。主要是何等大的福分，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高声的赞美，在这个地方大声的呼求祷告，也在这个地方再次听见你的话语，听见你的奇妙的故事，就在这个地方不断的来发生。主，让我们在今早，我们也暂时放下我们所担心、我们所烦恼的事情，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在你的里面得着安静，在你的里面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早我们可以大声的来欢呼，大声的来欢庆，大声的来回应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也再一次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邀请来到我们的心当中，让我们在今早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敬拜，在今早当中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时间与你亲近。主啊，当我们相信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你就亲近我们；主，我们向你敬拜的时候，你就再次这样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透过今早礼拜再一次的感动我们，鼓励我们；求你透过今早礼拜也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主啊，我们相信今早有美好的事情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发生，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来发生。主啊，愿今早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哈利路亚，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我们一起说阿们。感谢神。这时候要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从最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这位神。我们的神是能够带给我们美好事、奇妙事的一位神。我们一起拍手来赞我们的神。无法负荷，我知你永远不
路亚！哈利路亚！是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有美好事在发生，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虽然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难处当中，在我们生命的低谷当中，但你仍然带领我们、牵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断的来紧紧的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位唯一的救主。上有谁？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你是我的力量。是神，你是我们的力量，除你以外没有其他。除你以外，天上有谁？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你是我的力量。走过死荫幽谷，我仍要宣扬，你与我同在，你是软弱者的刚强。神，我望，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部分直到永远。我神，我望，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直到永远。除你以外，天上有谁？你是我所爱慕，随我肉体渐渐衰退，你是我的力量。我死荫幽谷，我仍要宣扬，你与我同在，你是软弱者的刚强。我神，我望，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直到永远，我神，我望，我心靠你，我的盼望，我仰望你，你是我心里的力量，我的部分直到永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灭亡，受患难却不被压碎，心困惑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灭亡。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灭亡，受患难却不被
心里的力量，我的部分直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就是在乎你，因为你赐下拯救，赐下平安，赐下生命的能力。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迎接主的圣日，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齐聚在这边，所以呢，将诗歌献在你面前，祷告呈现在你面前，也要通过你的话语得到激励，得到祝福，得到平安。神啊，愿你透过今天新楼医院喜乐合唱团在我们当中的服侍，还有等一下有见证的服侍，有新楼诗班的诗歌，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到神同在的喜乐。愿今天的敬拜满满的恩典从你而来，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站着哈，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人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9章35节。
请。耶稣周游各市镇乡村，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并治好民间的各种疾病。愿上帝赐福他的话语。今天我们的献诗是由新楼诗班来为我们献唱，他们要唱的诗歌是《活出爱》。在献诗之后，请新楼医院刘启举院长来为我们分享信息。他的信息的题目是“故事继续写下去”。等我们唱到第3次的时候，请所有的人一起来唱。
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我们今天的新楼诗班是非常棒的组合，因为里面有好多是我们富强教会的会友，请举手一下，让我们看到富强会友，哎，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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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说我们新楼我们富强的会友如果撤掉一半他们要组成就有点困难我们感谢我们的新楼诗班他们今天特别留下来了。其实他们是配合喜乐合唱团在第一场礼拜的时候呢，一起献诗，一起敬拜。那我就跟我们的吴正牧师，新楼医院的吴正牧师说，那院长只讲一场太可惜了，是不是留下来，留下来再分享同样的信息嘛？这样我们第二堂礼拜才听得到啊。而且我们也安排了见证，所以第二堂礼拜我们除了有刘院长的分享以外，还有恒兄兄的见证。所以他们新楼诗班就说好，那我们也组一下，留下来一起献诗啦因为等我们这些同工有的可能等一下还有其他服事，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的刘院长开始见证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离开也没问题，或是坐到下面来。那再一次要欢迎我们的刘院长来分享主的话语那刘院长在今年的复活节过后在总会被这个再次受任，就是正式受任为新一任的院长，等于是续任我们新楼医院院长。我们给他一个鼓励好吗？祝福他我们新楼医院经过这几十年来的运作我们看到刘院长他很用心，特别是强调在医疗跟传道，不只是要医人的病痛，而且能够传福音，引人归主在2年前他曾经在我们教会做见证分享，他是见证他的家族得恩典的故事。那今天他要用新楼医院的故事继续写下去，让我们一起用代祷的心配合新楼医院他们怎么样施行这个医疗传道，我们互相教会弟兄姐妹也一起同心，有份于这样的伟大的使命我们用拍手来欢迎刘院长，谢谢。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再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尤其有看到第一堂听完之后，还有很多没有离开的。我刚刚在坐在下面说，我要不要做一些内容的改变？神说没有关系，你继续讲你的话，因为神的话那才有力道的。阿妹吗？真的，今天非常高兴再一次来这里谢谢我们的夏牧师跟谢牧师已经长职的邀请，我们的新楼的喜乐合唱团来到当中，那让我再有一次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做个分享。那喜乐合唱团是我们医院的癌症病友，10几年前我们照顾他，我们发现在灵性上面我们需要给他们，所以我们成立了个合唱团。而且这个合唱团名字用得真好，喜乐。虽然他们病痛，走过这个死亡的幽谷，我们如何跟他们陪伴他们，如何一起走过这个？所以在应该是在民国99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喜乐合唱团。那我刚刚做了第一堂的礼拜，在下面喝咖啡，又碰到我们的喜乐合唱团里面的算是会友。他非常感谢新楼医院陪伴他，也非常感谢富强教会给他们有个机会用诗歌来做一个见证。今天来到这里，跟往常一样在做礼拜，可是今天的心情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早上一大早看到我们一个 FB 我不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跑出来。应该是牧师还是谁按了个赞，那我跟牧师是好朋友，他就来通知我说，今天4月27，10年前是什么日子？献堂，感谢神，那就是说富强教会自己成立38年后，就有能力
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用这个现场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这个历史才可以走下去。我们在后年富强教会就是庆祝50年，这50年的当中，神38年的时候就让我们有这个新的会堂。那我们现在的我们小会，你有没有什么意向？在后面的38年，我们为富强教会这个历史如何写下去？我会这样说，因为新楼宴明年也要庆祝160周年，阿们。在160周年，从宣教师马尔各来到我们当中，把这个福音的种子在我们台湾种下去。经过了160年，也就是我们长老教会开始在这里扎根的时候。那新楼宴160年要过去了，未来新楼人在这边，我们如何把新楼宴的故事继续写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嘉美的教宗160，我们新楼人已经决定把什么？医疗传道向前行，他们没有说医疗而已哦，传道向前行，这就是我们要把马雅各的来到台湾的精神，他的目的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今天要这个故事是写 The story continues， 就是故事要继续写下去，不是在我们这一代就停了，不是1代2代，富强教会应该就是3代4代了。那以色列人第3代就离开了神，那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富强教会包括新楼宴走到 N 代了，我们希望160会走个 N 个160，阿们吗？我讲这个不是我们嘴巴讲讲，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走下去？我相信我在接院长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信仰的核心价值观，信仰的领导，那当做我们的核心。那用信仰来带领我们新楼宴这条路，一定走得不偏，神一定与我们同在。只要你偏了，就是跟以色列的第3代一样堕落了。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因为这个 The Story Continues， 我们要庆祝我们新楼宴160周年。现在在我们的门诊区就有这些东西，在贴在我们门诊区。我们把过去的新楼的教宗让我们的民众看到，我们也把我们的台湾的基督长老教会的宣教师所做的一个任何事情，都要继续下去。所以绕一圈之后，大家看到那个白白的那一张，他们觉得不好看，少了什么东西，所以那天就请院长，你在上面写几个字好不好？圣灵感动我，我写的就是这个字。今天讲的那英文现在不清楚 ，The story continues， 就是由我们这一代新楼人又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我也用同样的期待，富强教会我们的新的长职又有信心，又有信心，因为10年前前辈就已经把这个历史写下去，到今天看起来有这么堂皇的一个礼拜堂，未来你们应该更加的有勇气走了下去。所以我们用这个圣经跟大家做分享。这个圣经也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在去年年底也在同一个地方，我也在那边听到我们台神的院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的题目叫做 The Story Keep Going。那我今天用的 The Story Continue 其实是一样的，他用同样的圣经节，我今天跟大家做个分享。他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跟大家的分享，大家再看一下，使徒行传是写初代教会的一些历史。那初代教会最重要的彼得以外，就是保罗。在保罗当时写这个路加医生写这段的时候，他把这里就这样断了。他只是说保罗那时是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囚犯可以自己租房子，可能在历史上面
不一样，他的脚镣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凡有人来看他的，他都会接见他，接见他干什么？诉苦，是吗？说怎么样我信主怎么会这样子？你看落到这样子，我好好的我不做，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不是，只要有人来，他就跟他讲什么神国的道理，而且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凡来看他的人，并没有人可以禁止。所以圣经在这里做个结束。假设大家会看小说，后面会怎么样？后面结果保罗有没有出来？他作为一个宣教师，他最后呢？他最后在监狱里面死了吗？还是他可以出来继续传扬神的福音？那时候神学院院长告诉我们，这个使徒行传在这里就是保罗的故事的结束。他要告诉我们说，使徒所要写的故事要继续写下去，绝对不是在28章、29、30、31，就是你跟我跟新罗人一起，你要在自己的地方把这个信仰、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大家好，说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故事说 ，The story continue。使徒行传不是在这里结束，而且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哪一个字？并没有人可以禁止。那时候神学院院长告诉我们说，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阻挠，你只有传福音，没有人可以阻挠。这是他给我们的 promise， 没有人可以阻挠。等一下我们的弟兄严建弟兄在台北做一个宣教，是不是没有人可以阻挠？阿妹吗？我们的严在吗？对不对？我讲的没错，没有人可以阻挠你，你勇敢的出去，在台北已经7年了，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他可以，我们在座的有个机会，你愿不愿意走出去？这是一个关键。这个故事不是他写，你我都可以写。在2年以前，我们不会相信我会在这里上台来讲道。我是内向、害羞、腼腆。我太太会知道，不是笑什么？真的呢。讲话会脸红。今天就不一样，神只要使用你，他就会训练你。他用你，你只要出来，你说我愿意，那神就可以在这个器皿上面，你可以读上。太太没错吧？腼腆害羞。这张照片有第一场人看到了，大家对这个场景，当时其实你们在现场，很多人在现场，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这个照片因为取景圈起来，其实是在这里，这个讲台，我跟我太太站在这里。那是在2020 7月26号做礼拜的时候，我站在这里。那夏牧师、谢牧师觉得我需要大家的祝福，把现场的所有的牧者、退休的都在我身边，为我祷告，为我祝福。知道为了什么吗？是因为过了1个礼拜，我要接新罗院的院长，在这里，每个人都为我做一个祷告，因为这个担子不轻，而且新罗院的故事要从我这一刻继续写下去，那不是容易的事情。走了160年，医疗、传道，我们有没有走位了？所以在这里为我祝福，为我祷告。我相信神给我满满的祝福。我也记得夏牧师也叫我上来讲几句话，我自己深深感动说，这一路神一定给我同在，富强教会也不能缺席。所以我邀请富强教会，我也深信富强教会所有的同仁、所有的去友，大家跟新罗院在一起。因为我那时候说，新罗院的拼图我要继续拼下去，里面有好几片是富强教会跟我一起放下去的。那过了4年，我们来检视一下，好不好？到底富强教会在新罗院有几片是你们放下去的？啊？
有人在笑，有没有？有没有凭信心？今天我给大家做解释一下，当时你们在这里答应我的事，你们做了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就是富强，就富强教会在这里。当天我在感恩礼拜的时候，就职我们富强教会带着诗歌一起来，再跟我们祝福。我想这是新楼宴跟富强教会第一步，我们就已经有了。那新楼宴如何走，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院长不是天生的院长，院长需要大家的努力，院长需要如何把新楼宴继续往前走。前辈已经走过的路，我们顺他走，绝对不会错。但是能不能在他的脚中里面，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新楼宴走出另外一个不同的医疗？所以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提前比我们的同工、比防护早几步来上班，病人还没到位，每次就看到这里，我要把新楼宴带到哪里去？我要把新楼宴带到哪里去？在医疗那边哪里要加强，在哪里要加强，绕来绕去都是想到医疗。可是神没有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好像缺了什么东西，他也觉得什么东西要让我很清楚。我们在我们大厅里面就是玛雅各，那时候就是要庆祝玛雅各别世100年，别世100年。平时我们不会想到玛雅各别世100年的时候，他提醒我什么？提醒他说，在155年前，也就是说当时我就职的时候，玛雅各为什么来新楼宴？做医疗吗？因为他苏格兰跟台湾有什么关系？那么伟大来这边做医疗？不是，他被呼召，又把福音带给台湾。他来了，他来的目的是何在？这个时候就深深的提醒我，相信神一定有什么话要给玛雅各讲，来提醒我。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右边，我的正前面看到一个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亮光？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我比在这里，那就是十字架。新楼宴这个十字架提醒我很清楚，玛雅各来的初心是什么？刚刚提到说，不是为了医疗，乃是要传扬神的福音。虽然我们知道新楼宴常常都会说，我们的使命就做医疗、传道。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用爱来服务我们的病人，希望他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朗朗上口，但是我自己知道，那是一个口号，没有活出来。刚刚诗歌说，你活出来会怎么样？因为神的爱让你燃烧，你变成别人的祝福，对不对？所以新楼宴用这个活出爱，让别人因为你得到的祝福。那玛雅各来了，他初心是什么？绝对不是做医疗，传道才是他真正目的。因为他来要把新楼宴变成宣教医院，那宣教的医院是代表什么？是理人归向基督。你做医疗做得好，让他们有感动，你因为活出爱。这个时候，玛雅各提醒我们说，你把医疗做好，变成病人好了，这个时候是传福音最好的时机。我们各位都一样，我们在职场上面最难传福音，因为你的同工都了解你，你没有活出那个爱，你怎么可能把他带到教会来？我想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你要把人家带进来，神自己做工，你没有办法把他带进来，就没有办法传道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新楼宴我们都很清楚，以前我们是医疗跟传道是两件事情。我是医生，我是护士，我把我们医疗做好，表现好就好了。那传道的事是交给业务部。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合而为一，你能够活出爱，你也可以做传福音啊。
不是传道人做传福音呢，传道的人每个都可以。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字本来叫 medical evangelism， 就是医疗传道，现在2个字变成1个字，字典里面查不到，那是新楼自己创的 med evangelism， 对不对？你去查一下，因为没有这个字，那就是我们新楼自己创出来的。哪一天这个字就是代表医疗传道合而为一，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新楼院从那个开始，就把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新楼院的玛雅各带过来的，我们一定要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就是用 SRH。这个 SRH 真的很巧，新楼院英文叫什么？新拉 Hospital 简写是 SRH， 就是用 service 跟 love 让他们民众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只有信仰才有办法带到的，只有教会医院才有办法带到的，只有主耶稣才有办法让他们从身体得到健康以外，你有盼望，就是要有个信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楼院从那个开始，把我们病人他的身体、心理跟灵性的健康都一起把它照顾好，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现在好多人缺乏灵性，所以非常脆弱，很容易就放弃了生命，一点点小挫折，因为都没有平安。所以我们把我们医疗做好，把我们的信仰给了他们，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安。其实平安是我们新楼医院的愿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平安。那平安不是嘴巴讲一讲，你要做好做事情。所以刚刚提到说，富强教会如何带领我把新楼医院带到现在，这一步就开始了。因为刚刚在这里赞美团是哪一位在带的？周牧师带，非常好。从赞美开始，大家就与神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你再把我们每一个人想要所求所想的交给上帝，所以我们有祷告，没有错吧？所以从那个开始，我很容易学习。我学习，我用 copy 从富强教会把它 copy 到新楼医院。我也在新楼医院的院长室每个月做一个祷告会，用诗歌开始我们赞美，我们的牧师做一个简短的讯息，我们就把我们这一个月或者未来把任何事情都交托给上帝。上帝说，只要3个人一起祷告，他会去垂听。我们30几个，他应该会听到，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新楼院的院长室已经跟麻豆的院长室一起连载在一起，透过视讯，一起在同一个不同的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我们来向神祷告。真的，神这几年来，他常常推荐我们。我们假设我们再回头再看看我们的成效的时候，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都身上倒的不停，倒给我们祝福。真的，只要你跟神同在，只要你不走偏，走他要走的这条路，不要走到旁边去，神必与你同在，好不好？那这个是我们第一步所做的。再来，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我愿不同仁跟我们的同仁开始有事工，跟教会一样，我们有团契；跟教会一样，我们有读经班；跟教会一样，我们有探访；跟教会一样，我们会有在门诊区做一个诗歌的分享，做一个见证。我们走出社区，我们到我们的妇女之家做传道，目的何在？目的就是回到刚刚玛雅各希望的，你人归向基督。你只要做，上帝自己会给你祝福。上帝功，你就带过来，后面的上帝就给你做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病房跟教会一样，讲不好听就3不5时就会麻烦地方的牧者来帮我们做受洗的动作。因为在病房里面，尤其是安宁病房，我们的关心，他们了解，在他们人生最后一站的时候，他们愿意说：“我愿意做你的儿女，在这边受洗。”大家有没有看到时间？3月份就有一个成效，
不止一个，整个家族都来。爸爸要受洗，儿子来了，女婿也一起，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同一个月有4个人受洗。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富强教会，把我们的妇女之家认养了1层楼。我们跟地方教会，希望他们每一层楼都有一个教会来认养，多关心我们的住民，因为他们需要人家陪伴，因为他们需要神的讯息告诉他们，他们也可能人生也是在新楼宴做最后一站。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回家，但是回家身体好，回家没有人照顾，就是由新楼宴来照顾，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富强教会今天跟他们关心，你撒下这个种子，有一天跟他们一样，也有人受洗。这个我们在我们妇女之家，我已经参加了3次了吧，就是有人又受洗。我想今天教会走出社区，走出新楼跟新楼一样，这也是你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信主这种事情，大家会觉得很高兴。那我除了我们照顾我们这些人之外，我们也愿意跟教会合作。主瑞莎兄，你不是讲过吗？教堂的墙要拉下来，要跟民众在一起，不要围在墙高高的，民众进不来。你把它打开，让这个门开了，让新楼宴的自治的据点，用教会，因为教会里空间在周间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少，给新楼宴，我们来照顾我们的失智的前辈。这些失智的辈，好多都不是基督徒，好多的家属不是基督徒。他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教会，我把人家引到教会来，剩下的教会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我也没希望我们用爱跟他们做接触，有那么一天他们信主了，这比什么都好，比你在外面拉人简单啦。人都已经到教会了，再来教会的同工们，你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那当然我们那么关心我们的病友好朋友，但是我们连自己的好朋友我如何来带他们？我们好多的我们的高级同工啊，管理者、主管，牧到10年、20年甚至30年，就是没有到教会。神给我一个时间，让教会，也是富强教会，愿意来接受他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把新楼加出来。韦鹏长老在吗？我在就职的时候，前跟他讲过这句话，再来他就没有听到我提这件事情了。等我正式变成院长的时候，我开口，幸福小组开办不要忘了新楼。他说你玩真的啊？真的，我玩真的。今天我们把新楼的同工一个一个带到幸福小组，神自己做工。你这边站起来，是因为幸福小组受洗的几个可以站起来吗？一进等，让大家看一下。阿妹嘛，真的很不容易。不是我厉害，是因为我们愿意把人带进来，交给神。像谁？像安德烈，不是吗？耶稣门徒里面12个里面，安德烈只建议就是，只要人家说怎么样，他把他带交给主耶稣，他做这件事情，他把他哥哥带来彼得，就完成了。五饼2鱼呢，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交给谁？他怎么知道耶稣会做？他只要一个把人带到教会，你只要把人带到教会，就是夏牧师的事，好吧？把人带到，你要就变成安德烈，我也想把人带下来。院长他们不好意思不来，来了之后就变成神自己的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好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幸福小组让一个一个跪下来，然后让神自己变成了主，这非常感谢一件事情。
那我也很大胆的邀请前总统，大家都有印象，陈水扁总统有一次，因为我们有照顾夫人，所以有跟他有接触，所以说，可不可以来做礼拜啊？副讲，他说我这天有空，那天刚好来，刚好那天是和会，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跟他太多在接触。但是我相信，只要进来，神自做工。哪一天他也跪下来的时候，我想阿门吧，哈利路亚！我想是期待为这件事情做祷告。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勇敢的去做。这个就是我老家一般族，那边有一般的教会，可是有时候做的不够。那我有个机会回去，希望在那边做一个宣教。那我今天看到我们在台北宣教的，我们看看做一些联系如何，不一定在这边，在台北我们也可以一起努力，只要走出去就有机会。所以在海外的宣教，我们有在想，新楼宴有在想，所以新楼宴走到这里，真的神一直祝福。那我很喜欢看到这个，也是看到这一章节无花果树，其实会吓得冷汗都出来了。我今年我要念到这一章的时候，刚好是复活节、受难周，有追这个，不能说追剧了，追圣经节，跟这个有关系的无花果树，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无花果树。耶稣在那段时间在肚子饿的时候，看到无花果树，他想什么？一定在里面可以找到好东西吃吧？因为耶稣跟人一样啊，肚子也会饿啊，饿的时候找东西吃。无花果树永远看到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好茂盛，远远看到，意思说叶子已经很大了，在理应里面应该有果实。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有叶子，果实就会长出来；有叶子，果实就会长出来。当它在上面看到的时候，都不像这样子，因为虽然不是收割的时机，但是它里面总是有不同熟度的果实啊，一颗都没有。那代表说，你无花果实，等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你都没有准备好。但是你说没有关系啊，等我准备好，下一次我来。没有，不一定有下一次啊，因为神的恩典、神的使用不是你可以掌控的。你今天没有办法，他已经找到另外一个，这条头已经开了，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无花果树也一样，隔天怎么样？已经不见了嘛，对不对？当你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你说不行，那已经找别人了。我记得某书刚刚讲，2年前我在幸福小组在做一个见证，某书在福音礼拜的时候邀请我假设那时候说 no， 今天大概他不会再让我上来了，机会没有了。某书对不对？真的，各位，假设有机会，不管你是怎么样，不需要说我准备好了，不是要我多厉害了，神不要你厉害，只要你出来，厉害是在于他，你做了你才知道厉害，了解意思吗？所以那时候我被某书过来，我还犹豫当中，可是某书没有给我机会犹豫，他说安排好了，好，那就是上帝祝福。那想不到我也可以让神所使用，从那个开始，不是炫耀我自己哦，也可以炫耀我自己哦。我已经在台南部，从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已经10场。我所了解的，站在讲台不是那么容易啊，一年搞不好是就1个、2个名人才可以啊。我也可以变名人，为什么？因为你愿意被神所使用，你也可以，就看你愿不愿意让神所使用。我想这个讯息非常重要，新楼人也一样。当我们愿你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我怎样，你愿了才知道你厉害。所以我很喜欢用这个，因为是福信昌长老最喜欢我，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我讲的这句话。不是你厉害才开始，是你做了之后，神给你慢慢祝福，才知道哦，原来那么厉害。像我刚刚走到下面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不能说打屁哈，不好听哈，跟大家在交易的时候，满足长老说，哦，你讲的假好。他很少偶漏啊，真的，你做了才知道你厉害。
我讲不止满足长老，我在楼下有得到很多的掌声，了不起吧？这个我想都没有想到，想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只要大家是愿意走出来，神使用你，你就是厉害，不是你厉害，是后面的那个主人厉害，好不好？所以今天只要大家我这样子都可以上来了，国语讲的这么好的人都可以上来了，那你们怎么不行？好不好？所以只要有人教会有在使用你的时候，不要推迟，因为那是命定，那是神要使用你的时间到了。你的命定你自己不要，那这个车子开去，那的命定改变了，变成别人的祝福。所以新楼宴我们已经过了160年了，明年就要庆祝。那我们同工现在都已经准备好这个故事，我们要继续写下去。这个故事我们要继续写下去。所以前面那一场，就我们的喜乐合唱团刚刚提到，因为他们身上还是有带病，所以没有办法2场。我在这边讲2场已经有点喘了，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由我们的同工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一群真的是勇士，他们生病，可是他们每个礼拜都有来练习，都有来练习。不管他们有时候他们做继续治疗的时候，有听到他们说打了点滴都一起来练唱，因为在当中他们得到平安。你看看这个比较前辈，不是很清楚，他在等待。这个是，我们的美娟老师在吗？没有，我只是问说，我们合唱团在练唱的时候是准时到，还是懒懒散散来？你看看他们3点，大概2点多就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们的礼拜堂开了。这些长辈在那边好期待来练歌，好期待来练歌。我希望我们的合唱团也要好期待来早一点来，不是老师在那指挥已经开始了，这个还没到，那个还不到。你看他们就已经来了，他们来就是用诗歌跟大家祝福。那99年成立到现在，他们在练歌当中已经有感动，所以他们随着我们到各个教会里面做诗歌的见证，也引导了很多人感动。这是一群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个，所以我等一下有一个影片给大家做分享。那我的讯息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要走出来，那个 Nike 一样 ，Just do it， 你就不一样了，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心来看看这个新楼宴的喜乐合唱团是如何，然后请大家准备一下，那我慢慢回座，我也有在欣赏。谢谢各位。回到前面，我来按也可以。是最后一张，最后前一张，喜乐合唱团。这个是华语版吗？因为我 PPT 有2个电视台。知道有一个影片的连接，喜乐合唱团的连接。没关系，没关系。好，我来。有吗？好。有吗？有。他们是由10多位的癌症病友所组成的合唱团，叫做喜乐合唱团。他们用生命唱出勇敢的歌声。庆祝兴隆医院创立150周年，10多位喜乐合唱团团员献唱诗歌《主耶稣再临彼日》。当时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第2期，因为我已经转移到那个医下。当我听到我的报告是癌细胞，而且还说是毒性最强的、长得很快的那一种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真的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想过嘛。有一点真的是，
那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跳，心情也很复杂。因为这伤，因为掉眼泪，感觉到世界上好像很无助啊那样。但我不敢相信，我不敢面对现实，我还是在逃避。但是拖到差不多1个月以后，我就到新楼医院检查，新楼医生说你也是4期的，但是我还是怕，就是说你不能再拖，那我就在新楼就接受治疗。我做了4次化疗以后才开始电疗，对，但是那个化疗的过程还真的是，以前都听人家讲那但是真的要自己经历才知道那个不舒服，因为我的反应还蛮大的。我那时候做6次化疗，到第4次化疗的时候就崩溃了。然后呢，这一哭不得了，那个只要朋友打来讲没3句话，我就开始哭。就是我跟我先生讲说，我不要接受治疗，真的很痛苦。我跟我先生说，我要放弃我自己啊，我不要再活下去了。我先生不会鼓励说，你一定要活下去，你为你自己活，为别人活。那合唱团那个时候从99年大概是6、7月开始招募，然后每周练习，然后在同一年99年在台南的美学馆，我们有开一个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演唱会一结束完，我们还是继续每个礼拜都有就是这个喜乐合唱团的练歌交谊，然后有招募越来越多的病友参加。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以前因为我从小喜欢唱歌，我也一直都参加合唱团。那我信主之后，我有一个也算是梦想吧。我曾经这样跟神祷告，我说有一天我真的希望可以用我的歌声来服侍神。所以我知道要招那个合唱团员我就报名了。所以我是第一批的。对。让我可以那种心情比较好感觉说来这边大家都会互相扶持，然后把病痛分享怎么去抗癌，几包食物也会分享，所以感觉这边真的非常好，好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子，可以互相的去鼓励大家，这样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你要相信医生的专业，然后交给他，然后当然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还有神，我真的觉得这个力量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祷告，我读经，然后神的话语会安慰我、鼓励我，真的是我是这样子来走过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觉得很感谢神，是我来到新楼医院，因为在我生病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我参加合唱团甚至是说，就是我感觉新楼就是在这个上面很用心真的很用心在照顾我们这些病人的心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很多人生病，你说看医生吃药嘛，那个 OK， 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在心情上面。所以我感觉新楼在这一块真的做得很好。我们感谢主，谢谢刘院长还有新楼医院他们美好的服侍，拍手，谢谢。我们今天的流程很精彩牧师先做一个回应之后，我们要第2阶段要请恒兴兄来做见证。我们再一次谢谢刘院长跟带领我们的新楼的诗班在第2堂留下来分享，还有做见证，还有这个献诗我们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在现场还有好几位牧师留在这边。吴正牧师在哪边？吴正牧师，谢谢你。吴正牧师。第2位是钟日新牧师，钟牧师。陈春菊牧师，肖忠先牧师，还有我们的院长夫人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副院长，我们的执事，君执事，哎，其他都是我们刚刚有院长有讲，都是在新楼医院担任主管哈，很多弟兄姐妹是在我们富强教会的会友。那牧师做一个回应，就是说他们今天第一堂有喜乐合唱团献唱现在我们是看这个影片哈。那这一次我们小会有同意说，我们在新楼医院，他们专门为这些癌症病友组成了一个关心的团体带他们唱他们做旅游，做一些关心所以他们今天有一个奉献袋在我们的周报夹在周报哈如果你有感动，他们是专门来做这个癌症专案的这个专账的一个的这个经费，然后帮助这些病友，而且能够传福音如果你有感动，等一下奉献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奉献袋为他们做奉献，记上你的大名，还有我们教会的代号，那这样比较好记录再一次谢谢他们。那我们要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就预备请我们的严恒成兄来分享他在台北不是台北而是台北怎么样做美好的宣教。好，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是这个线上活祭，线上活祭。我们坐着唱就可以唱一遍。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是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生命的奇妙生命，随着乐的赞美。耶稣，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再一次，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感谢主，今天我们第二堂还有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见证，也是一个分享，就是我们教会的恒星弟兄呢，他在7年前接受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召，就是他的工作之外，他到泰国的北部做宣教，然后他要将在那边分享工作的情形分享给大家。感谢主，我们在这半年来，我们的西道小组开始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传福音做一个参与跟奉献。等一下他分享完了，我们也期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更多人来回应、来参与，让这个在很远的地方的宣教也能够因为我们富强人的参与有更美好的果实。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恒星弟兄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谢谢那个刘院长刚提醒我哈，第一次上来的时候会内向害羞，然后脸会红哈。那今天会上来，其实我会觉得我有点意想不到了，因为7年多以前，我下一个决心，我绝对不再做任何的见证，因为7年多以前，我的人生变成空白。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逃离台湾。我用很多方法，我就是只要不要待在台湾就好了。但是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也不晓得要干什么。
这时候我自己的小舅子他是在台北的宣教牧师，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台北？”哈，我那时候心里面想，台北是什么地方？大概是有战争吧，有毒品嘛，很落后的地方，去到那里会不会死掉？到后来又想，反正，我大概那时候也是在等死吧，所以我就去了。那一天早上5点多，到台北的青来机场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哈。那这是一个很小的机场，那我在想，好吧，来都来了，接下来明天会碰到什么事呢？其实明天究竟会碰到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在台北，我在那里待了，第一次我待了大概2个多礼拜吧，快20天。我看到台北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很悠闲的地方，然后有世界各国的人都会到那边去做一个 long stay 嘛，好啊，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当地的风景哈。这个是我吃早餐的地方，应该是还不错吧，啊。然后这个是我喝下午茶的地方，然后还有一间在山里面的餐厅，好，这个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晚餐。然后从这个餐厅看出去，大家有没有发觉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跟我当初的想象其实不太一样，我还蛮高兴的。本来以为到那边死定了，这下大家就没死了。那因为我小舅子他是宣教牧师嘛，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跟他去一下当地的教会。那我特别选3个地方，好，这就是大概这几年哦。从年纪最小的，也是一个比较贫困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就是一般的泥巴地嘛，然后讲台就是竹子搭的。那这群大概国中生还是国小5、小6的学生哈，他们在那里唱诗歌就很高兴啊。那当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很高兴的跑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说：“老师，我900块快存够了。”我说：“你存900块要干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暑假我们要去宣教啊。”我心里面很压抑啊，因为这群孩子你们看是没什么，但其实他们都是这一所教会他所领养的孤儿，他们1个月只有100块钱的零用钱，但他要存9个月他才能够去宣教，因为存不到900块就没有钱去宣教了。我们觉得台北很落后，但其实在泰国的东北部是更落后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是要去那边宣教的。好，然后这群学生大概是以台湾来讲大概是高中生，但他的年龄大概10几岁到30岁。那他全部都是收容那个从缅甸过来的一些小孩。他这是一个在台北当地一个很大的那个福音的中心哈。那他主要是收容这些孩子。那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全班大概只有2个是中文讲得很好，其他都是讲缅文，但是缅文我也听不懂啊。那所以我的上课的过程当中，我是有翻译的，好，那会特别去举这个女孩子哈，因为这个女孩子她的笑容很灿烂，很自然，而且很漂亮，秀秀气气的。那我就问她说：“那你的家人呢？”她笑笑跟我讲：“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哥哥弟弟死了，叔叔阿姨死了。”其实我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干嘛问他的家里面的状况？因为会来到这里的孤儿，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故事了，所以我自己很不好意思。我发觉他们不会啊，他很开朗啊，我会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去信这个基督教的？”他说：“因为有宣教师到我们那里啊，他到我们的村庄去啊。”
然后我就信了啊。我说宣教士呢？他说也死了。我说怎么死的？他都病毒死了。原来都生病死了。那我说，那你怎么来的？很简单啊，我跟我妹妹病得快死的时候，被人家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就活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受教育啊。那我说，那你怎么还那么快乐？他说，因为我跟妹妹还有上帝啊。这种很单纯的信仰哈，其实在我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单纯的信仰，因为他还有上帝。那这个是这一群学生是在神学院我上课的那一班哈，这一班大概是大学3、4年级的班了。那在能够到这个神学院来上课，其实他们必须要经历过前面那个很小的，后来慢慢的、一直的，才有办法到神学院来上。这中间大概会隔个大概10几年的时间。好，那在这群学生里面，我记得这一班这2个学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他们年纪差很多。左边那个黑黑的，他年纪大概20到25岁；右边那个穿格子衬衫的，是一个大概50多岁的男子。那他们2个一见面的时候抱得很紧，抱得非常非常的紧，然后甚至边抱边哭。我心里面在想，这2个人是什么关系？那时候在上课也不好意思问啊。那下课的时候问了才知道。原来左边这个年轻人，他是在我们现在看右边那个缅甸北部的一个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小孩。那他已经送到神学院来读书，已经第7年了。好，那右边这个穿方格子衬衫的这位弟兄，他就是那个孤儿中心的校长。那他已经这10几年来，他送了无数的孩子到神学院来念书，但是他自己的经费是不够的，所以就在那一年，他终于有人捐了一笔钱，所以他才可以来神学院来上课，所以他们2个见面才会这样紧紧的相拥在一起。好。在讲为台北奉献的4个机构哈，为什么我会特别去强调每个月都极度缺乏中哈？这个要跟上个礼拜荣谦长老在吃饭的时候他问我那件事情一样。因为有一次我到这种小组去分享，然后我跟他们讲，明天的饭吃完了就没有了。没有钱，没有饭，什么都没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努力的祷告。结果明天钱没有进来，然后大家继续努力的祷告了3天，3天之后钱还是没有进来。然后再努力祷告个3个月，3个月之后钱还是没有进来。其实真正的实际的状况是，祷告了20、30年，钱还是没有进来。这个就是下面这4个机构，但都没有进来，大家会不会想怎么活的呢？好，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活的。第一个是蒙恩之家哈，蒙恩之家是一个熊牧师创立的，他一开始是在缅甸，专门只有收养乞丐小孩。就在路边那些新起的小孩，那能够被他收进来，一定是快要死的，还是被抛弃的，还是那个真的是不行的，他才收到。因为当地的乞丐都是有受集团控制的，那他能够收到的，一定是这样的一群小孩子。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收乞丐小孩？有很多失亲的，有很多
其他的状况，你为什么只收乞丐小孩？他说很简单啊，因为乞丐小孩没人要收啊，又脏又臭又病，谁要收这种孩子？但他看到这一块，所以他就去做。然后当他做了10几年之后，他发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但是在缅甸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缅甸当地的政治还有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就业状况也不好，所以他就想，好，那为了这群孩子，我就到泰国来设立一个蒙恩之家。就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好，他就到泰国设立了蒙恩之家。然后在泰国设立了蒙恩之家，他不可能把缅甸的就放掉了嘛，所以他在泰国的时候，继续养了这群孩子，然后把这群孩子又养大了啊，有的送到台湾来，那有的是在泰国当地的大学。好，那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目前在泰国的状况。右边那个红色的建筑，它照得不是很清楚哈，那个是女生宿舍。那左边那个建筑是他们的男生宿舍。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缅甸当地的孩子，他们现在穿这个是学校的制服，其实这个是他们最骄傲而且也是最好的一套衣服，因为一个乞丐小孩能够念书，而且有这么干干净净的服装，这个都是想不到的事情。然后缅甸因为它当地的生活情况比较落后，所以这个是他们用餐的状况哈。那这个是在泰北的蒙恩中心的小孩，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相对的状况就好很多。然后这里是他们的餐厅，还有他们休闲的地方。我相信这些孩子他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去想到说，有一天他可以坐在桌子上面，可以读书，可以在那里跟朋友聊天，而不是在地上爬来爬去、滚来滚去。这个真的都是料想不到的。或许我们会觉得啊，怎么没有冷气呀？啊，怎么没有其他的书籍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在他们来讲就已经算是天堂了。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是主爱之家。这个刘牧师他是在山区的一个教会的牧师。那在泰北的山区，常常有很多吸毒的，有很多极度贫穷的，那也有很多缅甸战争下面的难民会跑到泰北的山区。那他是山区的牧师，然后他看到每个来小孩子死了，家人死了，什么死了，所以他实在是受不了，然后他就熬不过，他就收养了3个小孩，就从这里开始。但他在台北的山区的家没有多大啊，那他的收入也不高啊，他就收养了3个孩子。然后大家知道之后，又陆续又送来，他又推不掉，又收养了7个孩子，他们家都爆满了，他自己有2个孩子，然后夫妻2个，这样合起来11个。但那时候都是在 COVID-19 之前哈，那他已经很辛苦在收养这些孩子，那陆陆续续国外的一些宣教机构也是有捐给他们一些钱，那他总是觉得，这样下去也不行，一直到 COVID-19 爆发的时候，所有的经济资源全部没了，他只好忍痛把这7个孩子又送回去。然后送回去之后，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跟教会的会友说：“我们来盖一栋建筑物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我们来计划来如何来帮助这些小孩，但就以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开始盖了，然后把它盖好了。那这栋建筑是我上一年去的时候看到的，那时候刚盖好不久。那他们预计要收14个小孩，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结果呢来了这么多个，这里总共24个。那我要上山的那一天，他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23个了，结果隔一个晚上我去的时候已经24个了。好啊，相片里面就有看到，就是这24个孩子。
他们都是刚刚到那个阻碍之家的孩子。那在上一年12月的时候，刘牧师又跟我讲，现在已经28个了。我今天想14个的小孩的房间，现在已经撑到28个，那大概是爆满了哈。好，那第3个是巴山教会，我看到了什么？我们当然很难想象，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儿童贩卖、买卖的这个情况。在泰国的东北部，甚至在泰国的北部的山区，这个太常见了。生女儿就是为了要卖掉，好啊，所以为什么泰国它的色情行业，那么蓬勃发展是有原因的。那这群女孩子除了她们必须要面临到被买卖，还有也很有可能是被婚嫁，也很有可能是家里面吸毒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状况。那巴山教会它是专门在收养女生的一个教会。那这个陈传道跟他的师母这10几年来，他们为了要去喂养这群孩子，他们必须要开安亲班，他们必须要开计程车，他们必须要做导游，他们必须要做翻译，他才养得起这群孩子。然后这群孩子来来去去的，但是他们尽他们的能力，他们能够养多少，他们就养多少。但是他们真的不能养的时候，也没办法。好，这是最近他们终于搬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状况比较好的地方哈。然后大家看看，这个就在他们走廊的一个通道，他们为了多收养一个孩子，他们不可能再隔出房间了，搭个蚊帐，搭个床，有一个女孩子的房间了。好，那这张相片是上个礼拜陈传道发过来。好，我们有看到有些女孩子是有笑容的，那有些是比较害羞去见人的，因为实际状况要等这次过去才知道哈。然后来到这里的孩子，不管年纪大还是小，他都是开始去让他们去做一些社区劳动，因为他们的生活需要重建，他们的观念是需要重建的。然后大家看到右边这群女孩子，还有左边这个家庭，就2包大米，还有一些零食而已，他们很高兴。我现在在台湾，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想到，就1包米有什么好高兴的？但在他们来讲，这个就支持他们活下去，支持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的来源。那讲了前面3个，大家就会看到这个伯特利圣道神学院，包吃包住付不起学费，会不会很正常？很正常啊，因为在那里就是这样啊，从小到大，本来就是包吃包住啊。然后当他们愿意说，愿意来，读神学院，为做神的工人的时候，就需要来到这里。就像前面那3个机构的传道人，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这些几乎是很笨的事情吧？他们为什么愿意做？他们都是这一所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有的是大概第1届，有的大概是第6届、第7届的，他们就是这里出来的，所以他们愿意去做这一些没有人愿意做，而且根本就是自讨苦吃的一些工作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所是什么样的神学院，很漂亮的地方，这是他们的门牌。然后在山脚下的一所神学院，很安静，很舒服。你去到那里，你会觉得与世无争。那这次的那个访宣队也是要去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在这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对兄弟，就这一对。这一对是从缅甸过来的。那当他们在讲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一丝一毫的那种激动，反而是很平静的。
说自己怎么样在垃圾桶、在水沟，怎么样去翻滚，怎么样吸毒，怎么样死亡，然后又被救起来。他讲得非常非常平，尤其右边这个小小穿黑色衣服的这个小男生，他的脸上就是很平静。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在这边的生活好吗？”他淡淡的看着我，他说：“老师，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平安过。”因为虽然神学院的环境很好，但是其实他们的住宿跟吃的条件并不好，都是很普通，甚至只是吃饱而已。他们睡觉也最多只是吹风扇，洗澡只是冷水，就这样而已。但是他脸上露出那种平安的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就是那么的平静哈。那蓝色衣服这个是他的大哥，但是不是真正的大哥，而是他们在江湖上面的时候，社会上面就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小弟，然后他们到最后就是被救到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在缅甸开中心的那个校长的那个学校，然后他们在那里成长之后，有从缅北一直走了1000多公里的路，走到台北，是偷渡进来的。那他当地的偷渡状况是很正常的，因为就同一座山嘛，他们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说他很平安。然后这个是他们去宣教的一个状况哈。左边黑色衣服是他们神学院的院长，那坐在车子里面这一群又像人又像货物的都是神学生，他们必须每个人要准备3600块才有办法到外面去宣教。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3600块不是很简单吗？其实以当地的神学生，他们到教会去实习的时候，他们1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在800块到1500块。那就看各教会的状况。那他们愿意去存这笔钱，只是为了他们要去宣教。那他们宣教不是好玩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为主做工的一个机会。那大家看到这里哈，有没有想到，刚刚我要讲这4个机构的时候提的那个问题，祷告了20-30年，是什么支撑他们过来的？就像刚刘院长讲的5饼2鱼的故事一样，如果你坐了比较靠近耶稣，你看得到啊，耶稣正在分饼。但是如果你是坐在那个5000人、6000人的最外围，你看不到啊，你只知道前面一直动一直动啊。那当我们拿到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自己收起来？我们自己要先吃嘛。然后有的人会说，那我家里面的人也要吃嘛，所以又会收更多嘛。但当你发觉源源不绝的时候，你会开始分享。那开始一直分享，一直分享，一直分享。其实他们这20-30年来怎么过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国的宣教机构，还有他们泰国当地，还有缅甸当地的机构，一点一滴的在支撑他们。不是从天上就降下一大笔钱，哇，全部给你够，没有。因为耶稣教我们分享，5饼2鱼的奇迹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富强教会做了什么？在8月4号那时候，我刚从泰国回来，我在西道小组分享，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候分享的情况。我们很喜欢笑的西道组长，他那一天都没有笑。然后那个卫盆区长，他那天也很严肃的问了我一些问题。那我也随随便便跟他们讲一讲，但是他们却很在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西道小组开始了认养5个小孩的行动。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的目标，
我们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好，你觉得你一个月，你想来帮助这个孩子多少钱？这样就好了，100块、200块、300块、400块，就这样。我们只是在做一个无凭而语的活动而已。然后，这是其中2个孩子，一个是4岁，一个6岁。好，那很奇妙的一件事，在今年的1月19号，李伟区长他邀请我到基甸牧区去报告，这个是当天报告的情况。那这个活动大家大概不晓得在干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体验，如何从高雄走到台中，然后已经饿了1个月用走的，好，这个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活动哈。那他们在体验这种类似饥饿30的活动，那去想尽各种办法，怎么样让自己活下去啊？这是当时候的这样。就这个活动过后没多久，很奇妙的。激励小组他愿意在下个月吧，5月31到6月9号要到台北组成一个访宣小队。那这个小队到底有多小呢？好，我们富强教会派出去的访宣小队有多小？来，这里有图为证，这么小。那因为这么小，在台北地区的小孩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又推出了一个，还有这么小的。在西乃者楼，我们要把它带出去。好，那当天这是他们的练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弟兄很期盼的，希望这2个姐妹在争执谁要为他理头发的。好，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是有点忘记了，因为年纪大了嘛。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位姐妹很舒服的坐在椅子上面，因为我们这次去，除了要教他们理头发，还要教他们一些护理上面的，还有一些，我们是要教他一些技术性的，因为这些孩子，他如果不练神学，他也要自己能够活下去啊，所以我们会教他们一些技能课。那至于我们的教导的成果到底好不好，其实是有图为证的。你看，这么小的小孩都可以开始编头发了，所以说我们的教导我觉得是非常的成功的哈。最后用这句话跟大家分享，愿大家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好，谢谢大家。谢谢恒清弟兄的分享，我们心里都有相当大的感动也愿神赐福恒清弟兄在台北的一些服事跟事工。我们现在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
众请坐。我来做简短的报告。下周的礼拜，我们的主理是夏文学牧师。好，牧区的各项聚会消息，我们请自己看。第4页，感谢今天新楼医院院长以及诗班，还有我们的喜乐合唱团，以及恒清弟兄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分享愿感动他们的圣灵一样的来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第二个是我们今天是家庭协谈中心的奉献主日，也请大家为这个事工来关心祷告。第3点中保代祷，以及第4点的代祷团讯息，待会牧师会做补充。好，第5页，我们的肢体交通的地方，同样的5月份有这些重要活动，牧师也会再跟大家做一些提醒。第8点，我们有一个保罗牧区的会友林明瑞弟兄，他有一个开设的一个体验馆关于这样的消息，我们也请自己来看。第6页，我们的牧区消息呢，这边特别来补充主日学的夏令营活动，待会牧师也会做一些说明。关于奉献的部分，请我们大家自己来确认。好，以上报告我们请牧师补充。时间有一点不够不过我来做一个新朋友的介绍哈。我们这边有几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洪伟哲弟兄在哪边？来，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来。他是我们丽如姐妹的儿子啦哈，欢迎你，欢迎你哈。第2位是吴东林弟兄先离开了哈，好，欢迎他来。第3位是严启华弟兄，欢迎你，启华弟兄，欢迎你。我们启华弟兄我们送一个小礼物给你来，好启华弟兄他是桃园长老教会，不是北部的桃园，是我们在南部中会在高雄的山区就是叫做桃花源的桃园教会，欢迎你他住在台南这边，欢迎你常常来常常来。第4位是叶玲琴，好，姐妹平安，欢迎你。是我们服务老师介绍他来这边也再一次谢谢院长，还有我们新楼的同工，他们留下来第2堂礼拜一起来跟我们做敬拜分享，我们再次谢谢他们，来，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就只要提醒1、2件就好。第一个是我们今天晚上6点，我们有一个互强的核心同工的聚会，我们的小组长、长职，还有侍奉同工的聚会6点请大家不要忘了这个时间已经有跟你们通知了。刚刚有早上第1堂没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就一直是有报告过，我们保罗牧区的林明瑞弟兄早上他第1堂有来了，不过没有介绍到，对不起。在我们的那个荒卫寮那个地方有开了一间叫做知心体验馆。他特别报告是说，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兴趣，或是有想要尝试，你可以打电话过去做一个体验他会安排给你服务，在开幕这1个月当中，我们的互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来为你们做这样的服务那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我们在周报里面报告说，花莲大地震他们有继续在发生当中。那我们教会已经为他们奉献大概10几万了我们目标是12万了12万如果弟兄姐妹如果还有感动，也可以为他们奉献。我们分成4笔有的是为神学院，有的是为救灾，有的是为一间叫马纳书房，它全部倒了那个大楼倒下去，全部的货品都消失掉我们如果有感动，可以为他们做奉献这样子。那刚刚我们也听到恒星兄的见证那牧师简单说，下个礼拜我们在周报报详细一点。如果大家有感动，有可以2种方式，一种说，我想认养参加认养这个孤儿小朋友最少1口墙200块就可以，也可以邀我们的小朋友参与如果大家也有感动说，我们要为他们4个单位的这个宣教的经费奉献，你就1笔的奉献我们都有放在我们的宣教专账里面你要注明说台北的宣教还有包括今天我们为
新楼医院的这个癌症专案的奉献，我们都期待你在感动之下，能够为他们做奉献。那刚刚有提到一个就是主日学，我们在投影片有最后一张就好哈，最后一张有一个主日学了哈，好吧，这样好的看主日学那一张。主日学呢要在7月暑假的时候举办夏令营如果弟兄姐妹呢小朋友要参加的话，请记得邀请他们在这个时间来报名，下个礼拜我们再做报名哈。刚刚我们谢谢院长提醒我们，昨天是我们教会献堂10周年的纪念不然照片有没有在上面呢？因为之前资料都在上面，但是来不及看了，我们自己看那个我们青年执事的这个 FB 就好了哈。好，这样报告到这边来。颂荣我的神，我的王啊！会众请起立。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请夏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我们今天第2堂礼拜到此结束，我们互相请安，愿主赐福大家。